国际消息，咱来看美国19公布已经过往性犯罪好野人艾普斯坦案件的文件。不过，因为有大量的所在拢互拆污，讲是要保护受害者。不过内底所出现前总统瓜林顿等等的人名，颠倒是川普的部分，却是无啥看，互受害者甲调查拢感觉真不满。也若这方认为讲有可能会成做2026年其中选举的变数。19日，司法部网站顶面公开的爱普斯坦档案，真侪文件甲相片拢有抹甲乌乌。司法部讲是为了保护受害者，档案内底也出现真侪有名的人士，亲像前总统克林顿、互提调英国王室头衔的国王的小弟安德鲁，也有有名歌手米克·杰格、麦克·杰克逊、戴安娜·罗斯这人做伙翕相相片。不过，这批档案内底更加引人注意的是，明显是无相关甲爱普斯坦熟悉的川普总统。虽然今年2月公开档案内底，川普早已经出现伫爱普斯坦私人飞机的乘客名单内底，斗阵翕相也真多。民主党也发现，这摆司法部公开档案内底至少16份档案，刚伫网站出现一天就摕落来啊。像画面上第468份档案，内容就有川普的相片，就已经消息无法度搁查看。各界讲，司法部长邦迪立场偏激，为川普服务。This is continuing to cast the DOJ in a really negative light, and it's going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scrutiny from Congress and from both th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. 爱普斯坦涉嫌介绍未成年少女甲款贵宾流来往，入狱了后自杀身亡。川普伫竞选本届总统时期，把甲这本人讲做是阴谋论，一直讲当选了后会甲相关爱普斯坦人客名单，也有调查文件全部拢公开。也过当选了后，却是改变想要封存档案，动摇基本盘，明明是真不满。部分共党议员也看袂落去，甚至介意划清界线。最后，国会两党压倒性通过法案，强制全面来公开。不过，即阵得到的却是残缺不全的资料，相关的效应可能继续影响到明年其中的选举。这也有关共和党国会想法度继续影响控制权。This story is just going to continue to drag on, and what we'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, is more and mor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Trump. 司法部长加拉经由社群表示，相片这材料会继续根据法律进行审查甲查起来，只要受害者是真不满。有人讲找无家己当年报案所讲的，也有人怀疑这款是伫保护幸存者，也是精英的人士。今年勇敢写册来讲出家己的错误了后，自杀的受害者吉福瑞家属讲司法部政治操弄，要求爱完全透明公开。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。